哎，凯文，啊，你听说过那个什么星源妊娠油吗？你怎么知道这款产品？公司内部系统里关于它的记录都被删了呀。哦，我就是无意中听人家说了一下，挺感興趣的。各位同事请注意，为保障全体员工健康，公司现組織一次全面體檢，請各位按工號順序前往會議室。公司這麼周到？周到什麼呀？行政預算砍得我們打印紙都要省着用。哦，那就當是這個 Mark 良心發現了。星源那個產品，當時我們都覺得產品是不錯的。是啊，但 Mark 推廣沒做好，就硬說它定位尷尬，性價比不足，強行給下架了。這事在我們公司是個機會，你就當沒聽說過。還有誰沒來啊？馬總，各位，公司一直把大家的健康放在抽好幾管呢，尤其是孕婦。王鼠狼這幾百年。這次體檢就是公司對大家關懷的體現，希望大家積極配合。太高了，看佑倫啊，來，快過來，來。啊，我。你是公司重點關照對象，必須第一個檢查。不用馬總，我去排隊就行。沒關係，都是為了你和孩子的健康嘛。啊，行，那就謝謝馬總關心。你怎麼來了？常規外派任務。來支持一下這些合作企業的體檢，主要是來看看。我總感覺這個體檢怪怪的，是不是我的身份被發現了？沒事，這不是我嗎？他數據呢？您交代的事兒當然是。哪兒呢？不可能，我親眼看到。這就是你辦的事兒？一定是他們搞錯了。閉嘴！天晴突然進行了全員體檢，我需要一個合理解釋。蔣博士，你現在連下屬公司的基層事務都要過問啊？我希望這是最後一次。另外，通知 Mark， 星源妊娠油的項目，即日起由許佑倫全權負責。基於他之前失敗的案例，他現在已經不具備參與這個項目的資格了。好。他們這分明是針對。閉嘴！交給許佑倫。很好，遊戲突然變得有趣了。星源項目就交給許佑倫做，只要他的動作越多，就越容易露出馬腳。那我們的機會很快就來了。我又沒惹他，他天天對我搞針對，我總覺得他有什麼陰謀。不行，不能就這麼算了。你先冷靜冷靜吧。這些血樣已經被我調包了，他們查不出任何異常。冷靜！你知道他們在公司是怎麼對我的嗎？我告訴你，開福樂這套職場規則，本質上就是一套把人當機器用的冰冷設計。不行，我必須好好教訓他。你幹嘛這樣看着我？以前很少能聽到你吐槽啊。你說我現在吐槽的樣子，是不是特別像小區裡那些張家長李家短的那些大姨們？
啊，我也觉得，我现在就是那个话匣子一打开我就收不住，而且我还越说越委屈。孕期的时候，确实激动会比平时多增加30%，可能会导致你生活中情绪容易敏感，包括你的表达欲增强。你现在的状态很符合医学上的。不是吧？我现在不光是肚子变大了，而且我现在说话还变得斤斤计较了。你别这样行不行？我很害怕呀。通知个事儿，星源妊娠油项目重启，管理层决定，这个项目由许佑伦全权负责。考虑到佑伦的能力，我觉得你也不需要别人指手画脚，所以整个项目组就你一个人。行，那你把项目资料还有全部的数据交给我。哎，那些失败的案例只会影响你的判断。你现在最需要的就是集中注意力，过度无用的思考，对你的情绪稳定没有好处。Mark， 你有病！你对我就2个字：关心。如果觉得吃力，就跟我说一声，仓庫那邊有個閒職，朝9晚5，特別符合你現在的精神狀況。不勞您費心了，這項目我接了。蒋博士，这小娃娃还挺有劲儿，又在提我了。以后咱们2个人不会陪着他满身遍野的跑吧？可以你现在的肌肉力量是很难支撑高强度的户外运动的。蒋博士，善意的谎言懂不懂？不过，无论在哪里，所有的孕妇都不容易。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你现在吃垃圾食品已经下降了17%，而且主动翻阅孕妇資料上升了230%。就像今晚，你已經很累了，還會下意識地保持右側臥。我做的有這麼好？我自己都不知道。這些行為數據已經證明你是一個非常非常合格的孕婦了。你在觀察我？你的這些觀察報告比什麼都管用。數據只是陳述事實。真的只是陳述事實嗎？